高中的课本捌读过新诗符号，以生命中上沉重，嘛是上甜蜜的符号，来描写着父母对囡仔亲切温暖的情感。这首诗的作者吴成今年76岁，伊是退休的生物老师，嘛是一手来举着猪头，一手来举笔的诗人。伊做真侪诗，用诗来表达对台湾环境气候破坏的担心，而且伊嘛徛出来，用实际行动捍卫土地。伊甲家己2公顷的水田，拢改落种树仔，为后代子孙仔定下着100年之约。伊的后生吴志玲是一个歌手，甲老爸诗改编做歌曲，用温暖的歌声唱出对台湾这块土地关怀。与树约定，赶上早春时节，相约一起来种树。我们会细心看顾，亲密陪伴，传给一代又一代。我们这个园区啊，主要是以前都是水稻田，那这一片水稻田主要是我母亲在耕作，所以后来种树以后，就以我母亲的名字来命名，因为我妈妈单名叫纯，真特别的是，她本姓姓陈，单所以台语的念起来真特别，还是单纯。我母亲在经常会提到说，咱做人爱单纯，咱生活爱单纯，咱的环境嘛爱单纯。今日拢是树叶的涂骹，顺园是一座完全无用化学农药肥料的自然生态区，虫鸣鸟叫，叶仔蜜蜂四季伫飞。树林有分区种无共款的树仔，小兰、鸡油、乌心木拢是台湾的原生种。你看看这一棵，这叫乌心石、乌心椒。乌心椒就是以前我们家家户户用的那个砧板，大概100年啊，100年的话就可以这么大，那就可以成材。我常常讲说，10年，成树，100年成材。虽然还未成材，不过20年的树仔真有价值。顺园坚持是敢若送无伫卖。20年前，吴成伫2公顷的水田种3000丛的树仔栽，雕工种较捌，主要是为着树仔栽变成大树仔时会使送予人。伫小南区有几啊丛已经白红色的树仔，等要刷栽。这是我做记号，就是要送给人的，已经就是他们已经断根的，7、8月的时候来断根。过年前后就可以移植，顺园要一个盆栽区，记录落来了发出来树仔栽，甲种出规排盆栽，准备随时送人。吴成20年的坚持，甲树仔约定，毋但是对自然所下承诺，还有传承自老母对后代子孙的关怀。因徛过边仔嘛，种真侪树仔。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樟树。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，叫做“你起码较紧种，便恁孙啊，若要娶某的时阵，会听我做红棉城”。我的生命历程，包括我的文学创作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，当然是我的母亲。对，因为我从小跟随她去耕作，那我的生活的核心价值。包括我对土地的信奉，还有那种爱恋，包括我对自然环境的那种理念，甚至我的诗句里面，其实有很多是直接引用我妈妈的话。父母对囡仔爱，吴成伫做老爸了，感受更较深，写出符合这首诗。就像阿公和阿妈。阿爸织就了一身绵长而细密的呵护，孩子啊，阿爸也没有任何怨言，
生命中最沉重，也是最甜蜜的负荷。改编吴成的诗，谱成歌曲的人是伊的细汉后生吴志玲。20年前，伊嘛捌甲老爸做伙种顺园迄片树南。两个当初咧做种树仔的时阵吼，伊就会甲我讲：爸爸，我算真友好的，哦，安尼为你种树仔。我讲，我们现在种树。唔是为着我，嘛不只为着你，咱是为咱的所有，咱的一代过一代，咱的未来来种树啊！吴成对世世代代感情投射伫土地关怀上，今日树林内伊关心地球暖化，后代子孙仔敢有健康的居住环境？今日田华顶伊烦恼的是水资源被夺走算断。烦恼工业发展，逼甲农业一步啊一步退缩。那自然资源，我们以前的教育叫做大地常无尽，其实这一句是不对的。大地常有尽，因为自然有限了，水资源再过来就是粮食嘛，然后再过来就是自然环境破坏了，然后会有很多病毒。大烟囱串联小烟囱。纵横交错形成集团，先密布暗管，丈量土地，丈量水，丈量人的私欲有多深。扑杀鱼、扑杀虾、扑杀蛤蟆和鸡鸭，扑杀海边植物和水鸟，挨家挨户吞噬掉平静与希望，连同世代传承的记忆。家长们，请帮孩童戴好口罩。农民们失去耕地。吴成最近几年来为农民的权益、为保护土地徛上街头，前进立法院。伊的长诗《祭祀印》，用建立事实角色写下对台湾母亲的不甘，由后生吴志玲改编做歌曲。阮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土地特别芳，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，阮全心全意的爱你，亲像爱家己的母亲，不是你的雨伞特别丰富，因为你用艰苦的脸饲大了阮。在悲痛台湾的山林、海岸被破坏的状态，这个其实很像我爸的个性，他就是很有使命感，然后对环境很有爱。可是我身为儿子，我就很想要，就是他可以放宽心一点，然后生活开心一点，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。所以在他那一首长诗的最尾巴，有一个。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，犹如爱自己的母亲。那这个部分就让我感觉到，其实他会那么的焦虑，那么的忧心，都是因为他很爱这个地方。吴成期待吴志玲会使继承伊的职业，接手照顾孙园。吴志玲嘛听老爸建议，大学时就读现代心灵系，不过热爱音乐的伊，最后嘛是选择徛上舞台，成为歌手，行家己的路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因为吴成的诗将爸囝两个人又搁扭回到共一个舞台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吴胜老师。他正年轻，虽然一再承受激烈的震撼，烈火焚烧。还有斧头利锯落下的伤痕，和共同走过艰苦的台湾一样，深刻的痛让他成长，再成长。
吴成师充满对台湾沉重的烦恼，因后生吴志玲却是用温暖的歌声，引起人心内上个柔软的感动。为了囝两人合作，付出对环境改变的希望。耐心等待，消失去的，会当拢总搁转来。敬拜上天啊，疼惜土地啊，感念祖先啊，阮是打拼的，做田人。当年一心想要去台北组乐团的吴志玲，伫《水田》这首诗歌中弹吉他，返去家乡。水草田甲肉，做伙回来啦。现实生活中，顺园内面的自然生态一日一日转来，附近青龙所种的稻田，落是无农药啊、无化学肥料，用是卤水溪真肥的土去种的，优先耕作正在欢喜。而吴志玲带着亲人马转到中华溪州的租厝。你讲我讲听。姐姐把去年的月历剪碎，变成漂亮的图画。本来专门为收藏册字起的书屋，加查某孙仔游戏空间。这套物啊，册落甲满世界，打乱本来真整齐的环境，也搁加人味三代同堂的温暖。书屋外口有用手机起的这个装置艺术，是吴成太太向自然农法学习的堆肥场。这是一在的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堆肥的概念。较早的田，较早的园，其实主要嘛是拢也无咧化学肥料啊。拢嘛是咧靠一款天然的这种有机肥嘛。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呐，很多农田啊，包括我们西周乡的很多一些果树园，如果你继续一直用除草剂，继续一直用化学肥料，那这样长期以来，以后呢，那个土壤就会慢慢会死掉。那如果用有机肥，它会使土壤活化，它不但有养分，而且是会使土壤永远就是一直保持活化。大家来小找人客，吴成拢真有耐心，一再介绍，安怎为本身开始做环保，爱土地唔若用诗，唔若用歌，伊更加重视生活实践。嘛，每一个人爱这个土地，袂输爱亲人迄一半，刻入去日常生活内面，为世世代代未来留下美好。如果会议是这样，就不需要 Airwaves， 但现实往往……大家怎么看这次的销售难题啊？来2粒 Airwaves， 找回专注力。我认为除了稳固原有市场，应该积极发展新消费群。Airwaves 不止呛凉，更醒脑。我找到一家4.9颗星的餐厅，带你去吃。好啊，走啊。那里，这边。那里吧。没事。Foodpanda 美食外送，从内湖到澎湖，从永春到恒春，走到哪点到哪。你看好吃吗？谁找的啊 ？Foodpanda。明星3缺1，等你来加一哦。我也好想去加一哦。一起来个碰碰，登入送黄金。没错，这是金 A 啦，明星3缺1，等你来加一。一起来个碰碰，天天登录送黄金，明星3缺1，等你来加一。啊！我都还没有抓到，你写的拍啥啦？我等你2年啦，2年这个上派的呢。这位上派上跳摆，请个了袂掉，孩子最多，开奖最疯，立即下载金好运，开春好礼送劳力士，立即下载金好运。妹嘞，你来对啦！我会包我爸妈6万块，啊你嘞？8万，你是跳广包比我较侪些，甲8万了。啊不，你是发财哦，就是发财，我活了耶！姐，怎么了？
吃饱。神来也全新区域争霸战即时排名系统，爱输赢就来拼排名。神来也麻将最懂麻将咖。如果会议是这样，就不需要 Airwaves， 但现实往往。大家怎么看这次的销售难题啊？来2粒 Airwaves， 缴回专注力。我认为除了稳固原有市场，应该积极发展新消费群。Airwaves 不止呛凉，更醒脑。虞姬好好玩，龙王降临，全场制霸，大龙更刺激，有神龙王狂轰猛炸，大奖开到你会怕，立即下载满贯大亨。要上节哦。爱奇艺后彩金狂开，大奖开到你会怕。信任公平，大奖开不停，立即下载满贯大亨。大奖开到你会怕，周周送必丁，满贯大亨。哦，这位上派，这位上派，哦，掉！这位上派上跳派，请个了袂了，牌子最多，开奖最疯，立即下载金好运。开春好礼送劳力士，立即下载金好运。嘿，掉啦，安啦！我差你掉啦！我无掉你嘞，你也无人爱吃啦。哎，你起码是我杠上了哟。对，杠上个怎么啦？神来也全新区域争霸战即时排名系统，爱输赢就来拼排名。神来也麻将最懂麻将咖。国事家事天下事，起床就来看华视，一日之计在晨间新闻。掌握新闻焦点，最新消息不漏接。华视午间新闻，在地人看在地新闻，下晡1点钟上大新的陪伴。华视在地新闻，最坚强的新闻团队，深入专业的全面剖析，更贴近您的生活。华视晚间新闻，深夜我们陪你不寂寞，时事新闻不怕漏。我们在华视夜间新闻。好来，乡亲啊！伫这个新冠病毒的冲击下，台湾旧衫裤的回收业就伫要挡袂牢了。即摆你看到的这个画面，是伫新北市5股的山区，是北台湾上大场的旧衫裤的回收厂。民众买电的衫裤是坐甲伫要拄着天崩了，清清白的厂房用要总塌甲满，外销出袂出去，但是民众单调的衫裤愈单愈多，这个回收厂阁拢无收入。这个旧衫裤形成的环境的危机，要安怎来解决呢？另外，同款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公益团体伊甸基金会受到各界关注的二手的衫裤，嘛大量来增加。当中有真侪是这个厂商倒打关门关出来的全新的衫裤。基金会决定，甲整理过了后，要开放给民众来购买。后礼拜采访团队有深入的追踪报道。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我是林玉珍、林玉珍，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咱后一届期待再相会。